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22，诗篇147篇3节到第4节。伊医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，伊算星辰的数目，一粒一粒甲因号名。三个来祈祷，甲星辰一一号名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一切所有的上帝，你是创造人伫万有中看做上尊贵的天父。你起云压天，为着地避万雨，予山发草。你使食物予走兽，予得讨食的细只乌鸦。你以爱的，毋是马有力，毋是人的骹咬走。你以爱的，是阮敬畏你，佮仰望你慈爱的人。主啊，当阮忧伤艰苦的时，常常感觉孤单受伤，无人通帮赞，无人通依我，总是你要医好伤心的阮，包扎阮的伤，因为你连天里的星辰拢算过，佮一粒一粒甲因号名。感谢主，你也知阮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